2122年，韋蘭尤坦尼集團的一架商業星際運載艦船諾史莫號，負責運送2000萬噸礦石返程地球，船上共有7名船員，還有一隻名叫瓊斯的貓。途中，艦船主電腦母親偵測到附近的一座代號 LV426號的行星傳來某種訊息，將7名船員從休眠中喚醒。因為公司政策要求船員收到類似訊息必須前去調查，於是達拉斯帶領全體船員搭乘拖曳用的小型艦船登陸行星調查。然而顛簸的星球表面損壞部分機體，帕克和布瑞特搶修機體的同時，達拉斯、蘭伯特和肯恩開始巡視星球。三人追蹤信號源頭，走進一艘被棄置在荒漠上的圓形外星船體，進去的同時斷開與艾許的通訊。在中心駕駛座上尋獲一具巨大外星人遺體，該遺體當時已成化石，肋骨部位上有一個從裏到外炸開的洞。肯恩獨自進入底層的隔間，找到數量眾多類似皮革的巨大蛋體。隨着肯恩靠近其中一個，蛋體突然自動打開並跳出一隻外形類似蠍子的生物，侵蝕掉肯恩的防護頭罩，且緊緊地抱住肯恩的臉龐不放。留在諾史莫號上的雷普利分析信息察覺到並不是求救，而是某種警告時，達拉斯和蘭伯特開始緊急將肯恩帶回船上。雷普利考量到檢疫規程而拒絕讓他們登船，但艾許卻私自開門讓所有人回船上。達拉斯因此斥責雷普利不服從命令。眾人隨即開始搶救肯恩，用刀切斷抱住他臉的生物觸手，卻使生物流出類似硫酸的液體，險些腐蝕穿透船體。數小時後，生物自行脫離肯恩的臉後死去。眾人離開星球軌道並繼續航回地球。昏迷的肯恩恢復清醒，感覺頭昏腦脹，但身體無異狀。虛驚一場的眾人享用休眠前的最後一餐時，肯恩突然窒息且開始全身抽搐。當其他人誤以為他被食物噎住時，一隻小型異形幼體從肯恩體內破土而出，隨後消失在眾人眼前。肯恩的遺體迎進太空後，所有人開始全副武裝分頭尋找外星幼體。在拿生物探測器尋找的途中，眾人差點將小貓瓊斯錯當成目標。為了避免再次弄混，布瑞特獨自前去找被嚇跑的瓊斯。當他跟着瓊斯的足跡來到引擎室時，突然被躲在他頭頂上，並已經生長為成人大小的異形跳下來偷襲他，最後將布瑞特的身體帶走。經過討論後，達拉斯自告奮勇走進異形行動的管道中找他，即使已做好萬全措施，最後還是遭受異形偷襲並找走。剩下的人恐懼他們也會被找，蘭伯特提議用小型逃生艙氣船逃生。但掌權的雷普利認為救生艙無法容納4個人，準備繼續實施達拉斯提出的將異形丟出船外的方法。當雷普利來到主電腦的系統查詢時，他發現艾許其實正在為公司執行937號特別指令，將異形運回地球，且對其他人事物一概不管。得知真相的雷普利找艾許對視時，面色突然凝重的艾許試圖殺他滅口。帕克和蘭伯特及時趕來救他，過程中打斷艾許的頭後發現他其實是仿生人。透過重啟他的斷頭後得知他是被公司指派前來負責保護異形並將其運往地球的臥底。艾許最後嘲諷他們無法躲過異形的追殺。雷普利將他徹底斷線後，帕克走前用噴火器燒毀他的機體。雷普利、蘭伯特和帕克決定搭救生艙氣船逃生，同時一致決定啟動艦船自毀程序，讓異形葬身在太空。但蘭伯特和帕克前去拿維生的必需品時遭異形偷襲而被殺死。唯一幸存的雷普利啟動限時10分鐘的自毀程序後，
偶然找到瓊斯並將它放置在寵物籠中要一起帶走，但異形卻剛好擋住它的去路。由於無路可逃，雷普利跑回去打算撤銷自毀程序，但因超過撤銷有效時間而無效。氣憤的雷普利一陣絕望時，突然注意到異形消失不見，便立刻帶着瓊斯衝入逃生艙後脫離艦船離開。而諾史莫號隨着時限到零在太空中炸毀。雷普利準備進入休眠艙時，突然發現異形其實就躲在逃生艙中。雷普利偷偷地躲進置物櫃中，思考着要如何將異形弄出救生艙。想好對策後，穿上宇航服後打開艙門，使異形因為空氣減壓而被吸進太空。當異形企圖爬回來時，雷普利拿起繩槍企圖將其射出去，但繩子不幸被門卡住，使異形再次爬到船的推進器上。雷普利啟動推進器，將異形徹底燃盡後迎進太空中。最後，雷普利將整個事情經過錄音保留，作為諾史莫號的最後日誌後，抱着瓊斯一起進入休眠艙等着返回地球。